山对不？你说我拍谁凤山岐山，哎，山对，好，我还是不要讲好了。热烈的掌声欢迎许富凯。谢谢，一下的尖叫声再有一些好不好 ？OK， 这首歌我来高音好几次了，你们应该都知道重点是什么吗？宝贝啊，记得跟我一起。春风吹啊吹来人无啊寒，不知遥远的你敢有在打伞？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痴情人诉我的心声，又是三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无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美照花，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听你手拢做，听你念念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无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美照花，日日夜夜为你的照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刚刚有的人比较错愕，不知道爱心这个手势，我们再来演练一次好不好？你是我最爱的。安奈都无声啊，后面还有机会，大声一点哦。又是三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无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美照花，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听你手拢做，听你念念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无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美照花，日日夜夜为你的照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全唱一起，你是我最爱的。再次，无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美照花，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听你手拢做，听你念念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无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美照花，日日夜夜为你的照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再一次，你是我最爱的。很好，给自己一个尖叫声，加热情的掌声。来哦！再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舞台上的乐队老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许富凯。你知道吗？当我踏上这个舞台，我才知道说，我连续参加10年了，第10年了。没想到从我出道之前，我跟癌症希望基金会就有这么深的缘分。那还好，高雄医学院刚好有举办癌症希望基金会今天的音乐会，因为呢，
你知道我这个人有强迫症，但我觉得要这样子连线过去，不能缺席某一年。对，我希望我未来数十年都一定要来参加，好不好？因为我自己的这一张表格啊，有到了我都会打勾一下。今年是109，吼，对，明年啊，希望我过来，我去自己打勾一下。现在呢，我要唱第2首歌，这一首歌，我要唱什么啊？我忘记了。今夜搁再想起你。今夜搁再想你，我今仔来。你要听下半段的，请明年再过来听，谢谢。老师，音乐演奏什么我就唱什么，来。啊，咱来感情亲像热天啦。来哦，双手在借我哈。最近的心情随着天气在变化，也呢多做袂完的代志。为着啥愈来愈近的时机，嘛是爱打拼，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好佳在身边有恁遮多，我嘛是人嘛要咱做伙输人。输阵虽然情嘛已经是满天，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热天面足贵，嘛是爱干，出来就是衫裤爱穿加穿一寡，知影无？最近的心情随着天气在变化，也呢多做袂完的代志，为着啥愈来愈近的时机？嘛是爱打拼，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好佳在身边有恁遮多，我嘛是人嘛要咱做伙输人。输阵虽然情嘛已经是寒天，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双手来借我来哦。相安慰，啥物好康歹康无分我甲你，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再次，有啥物快乐，咱斗阵欢喜，若有烦恼，互相安慰。啥物好康歹康无分我甲你，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我前一位就是康哥，他最近也发了新专辑叫《康乐鼓掌》，啊，伊嘛是高雄囡仔，红山的乌蹄山的。看我现在就知影生啊唱的比较赶快。很多人说，哎呀，
没想到本人是这么的纤细这么瘦，其实我真的蛮瘦的，是电视陷害我的，你知道吗？最近电视都放大，所以大家看到我动作我是差不多780公斤，开始。对啊，所以呢，本人最近有常在运动，我希望大家呢可以落实运动这一件事情，运动很重要，好不好？然后非常的开心，今天来到高一跟大家见面。接着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因为本人最近呢也发了新专辑，叫做《十歌》，哪个十知道吗？提手旁，然后旁边合作的合，这是一张全新。也不是全新的，从全新的编曲，因为这一张是翻唱的专辑，我向10位女歌手致敬的歌。甩了唱这首歌是曾心妍姐姐的《天公天后》，有听过吗？大家听一下我们老师演奏的歌曲。这是我第一次唱，如果唱错，请大家也多包涵。会唱吗？感情无必要打扮，阮心碎平平缓缓，爱是生的希望，不该轻易就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形线别人的爱，爱混乱的世间，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老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人。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那感觉家己上水、上缘投的，尖叫声再来下。是，全场都是俊男美女哦，很好，一起唱哦。感情无必要打扮。阮心碎平平缓缓，来大声一点。爱是生的希望，会哦。不该轻易就缘分不要操烦，无形线别人的爱混乱的世间。阮用真心来相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相信疼憨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人。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
人无需要计较，爱是你的苦头。我来陪你到老，相信你无一定惊无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人。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是世间上水的大家都会。后来下一首是哦，那个很特别的歌曲。对。对。他刚刚很惊讶，我本来这个时候没有要上来。对啊。对。他想说我上来干嘛？是要赶你下去吗？没错，没有。怎么了？下一首呢？我们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距离，社交距离。但是呢，作为癌症，今天是癌症关怀的工作，可是癌症防治工作里面有一项非常重要，就叫定期运动。对，定期运动。他下一首歌，我们要甄选2位没有定期运动的代表。谁敢举手啦？当然没有人敢举手，一定要点名的啊！我们欢迎黄秀云督导。因为接下来那一首，是我告诉你，我们开场前就讲了，我们当然能歌人舞，能歌人舞，医生就是他。医生不好意思，你这几个月啊？摸过呀？快要谢幕了。怎么了？肠胃科呢？肠胃科？这是肠胃循用件。肠胃循用件是安尼？是吼。缺乏运动，看门镜拢看百几个人，辛苦啦，对哦。啊，阮督导10几年从我当小护士，一直带着我们，就非常的热衷第一线的活动。真的哈。接下来这首歌是就由你来引导他们，怎么样的？因为我跟我同事讲，你要动嘛，要动。这个我们有4个动作，而且它是一首非常嗨的歌曲。是。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乐乐老师配合过，这是第一次。是。那这两位 dancer 也是第一次。而且，请问一下，这个舞台够稳吧？行的啦，行的啦。怎么那么可爱？我告诉大家，如果跟他有仇的，先赶快相机、手机准备好，是录影一下哈。对，所有小护士哦，如果那个觉得很可爱的也拍起来好不好？圣诞节到了，我们就马上做人形立牌放在医院门口。教授多好，不用设备吗？我们会帮你戴那个圣诞老公公的帽子，很可爱。对。刚一 Q 他就愿意。真的假的啦？真的是最棒的代表。对，我们仅限于在舞台上2个人哦，再多会垮不行哦，再多会垮。好，我先来讲一下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有4个动作，我希望大家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比好不好？第一个是 Y M C A， 知道什么歌了吧？很简单，而且我今天要唱的是日文版的，送给大家，谢谢。Y M C A， 好，谢谢。今呼び出そうぜやねもう悩む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やねほら見えるだろうやね君の抜き差を君やね楽しめる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は素晴らしい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
有运动到了哈，流汗的啦，对。你看你满脸通红。他刚有几个节奏比较跟不上，但他很尽力。我当我喊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我觉得我们癌症中心要做癌症预防赛程。太可爱了，谢谢大家啦，谢谢。谢谢富凯，今年再度来到高一。今天他的歌就这样表演完了。对，是。这样不行，已经7点半，你们的钟有比较快，后面还2位歌手，你们现在喊安口，那后面歌手是要回家了吗？不行。但是在开场前，那个我们有先跟病人们互动，有一位病友是特地从病房下来，他还在住院，然后他是你的歌迷，他说可不可以唱一段就好？一段。对，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想好他想听什么歌。是。哦，唱就是你。那我后面2句把它补完好不好？那后面2句把它补完，代表我今天来的诚意嘛。然后因为呢，我先预告一下，因为我明年2月20会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我的演唱会。希望你考虑通过，赶快来看我的演唱会，我一定会送票给你们。加油！对，今天我录一下，我把后面2个句补完。一切亲像在梦中。谢谢富凯，谢谢。